乾糧無聲，守城之窗，押尼珥大丈夫在哪裏？約瑟的心，我的心，心情剖白。講章，長兄，主日牧師，你的押尼珥是否教會老師？那守城之窗去了哪裏？你所立的將軍，為何不以聖經真理站立，以守城之窗來的勇氣，去守護你那恩受膏的誠實人呢？耶和華必照各人的公義誠實報應他。若我坡今天不能在教會內部，只能在 Facebook 獻上乾糧為供物，乃因耶和華激發你來攻擊我，願耶和華悅納供物。若是出於人，他們趕逐我，不讓我在耶和華的產業中有分，說你去侍奉別神吧。但願至於我愛的弟兄，我也盼為你們彼此代求。兄弟，還有你那應是最寶貴的水瓶及水在這裏，你是否會來取回嗎？相關經文，大衛對押尼珥說：你不是個大丈夫嗎？以色列中誰能比你呢？百姓中有一個人進來要害死你主你王，你為何沒有保護你主你王呢？你做的這件事不好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華起誓，你們都是該死的，因為你們沒有保護你們的主，就是耶和華的受膏者。掃羅認出大衛的聲音，就說：大衛說，我主我王啊，是我的聲音。又說：我主為何要追趕僕人呢？我做了什麼？我手做了什麼惡事呢？現在求我主我王聽僕人的話。若是耶和華激發你來攻擊我，願耶和華悅納供物；若是出於人，願他們在耶和華面前受詛咒，因為他們今日趕逐我，不讓我在耶和華的產業中有分，說你去侍奉別神吧。現在不要使我的血流在遠離耶和華面的地上，因為以色列王出來，只不過是尋找一隻跳蚤，如同人在山上獵取一隻鷓鴣。掃羅說，大衛回答說：看哪，這是王的槍，可以吩咐一個僕人過來拿去。今日耶和華將王交在我手裏，我卻不肯伸手害耶和華的受膏者。耶和華必照各人的公義誠實報應他。看哪，我今日看中你的性命，願耶和華也照樣看中我的性命，並且拯救我脫離一切患難。撒母耳記上26:15。24，請以神學家、大公教會牧者及榮格心理學家的視角去拆解坡想表達什麼，並藉此預備講章教導我們。1. 經文背景：大衛、掃羅與押尼珥。這段經文記載的是大衛第二次在隱基底曠野遇見掃羅，有機會殺他卻不殺的故事。押尼珥是誰？押尼珥是掃羅的元帥，是當時以色列最強大的勇士。當掃羅追殺大衛時，押尼珥是掃羅身邊的護衛長。那一夜，大衛和亞比篩潛入掃羅的軍營，發現所有士兵都沉睡了，包括押尼珥。大衛只拿走了掃羅頭旁的槍和水瓶，沒有傷害掃羅。然後他站在遠處的山上，對押尼珥發出這段責備。大衛對押尼珥的責備核心是什麼？你不是個大丈夫嗎？以色列中誰能比你呢？百姓中有一個人進來要害死你主你王，你為何沒有保護你主你王呢？你做的這件事不好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華起誓，你們都是該死的，因為你們沒有保護你們的主，就是耶和華的受膏者。撒上26:15-16。大衛的責備不是出於仇恨，而是出於一種極深的惋惜。押尼珥是以色列中最有能力的勇士，但他卻在關鍵時刻睡着了，他沒有看守好王的性命。大衛說：你們都是該死的，因為護衛王的性命是押尼珥的職責，他卻失職了。守城之槍是什麼？大衛手中拿着掃羅的槍，那是王的武器，象徵保護和審判的權柄。大衛沒有用這槍去傷害掃羅，而是讓僕人來取回去。他說：耶和華必照各人的公義誠實報應他。大衛將自己的命運交給神，不用自己的手去奪取那應許。2. 保想表達什麼？保將這經文應用到當前教會的處境，他的邏輯層層遞進。1. 主日牧師是長兄，也是掃羅那位受膏者。在保眼中，主日牧師是神所設立的受膏者，是他過去敬重的屬靈長兄。他沒有視他為仇敵，正如大衛不視掃羅為仇敵。他甚至說：若是耶和華激發你來攻擊我，願耶和華悅納供物。他把主日牧師對他的行動先假定為可能是出於神的試驗。2. 然而，若是出於人，問題就在押尼珥身上。大衛沒有直接責備掃羅，他責備的是押尼珥。同樣，保沒有直接攻擊主日牧師，他則
問的是那些圍繞在主日牧師身邊的將軍們、教會老師、教會領袖們。他在問你們這些被主日牧師信賴、被設立為教會守護者的領袖們，你們的守城之槍在哪裏？3. 守城之槍，保護王，保護真理的勇氣。守城之槍是Paul自己創造的屬靈詞彙，意思是以聖經真理為武器，保護神的受膏者不陷入罪的勇氣。押尼珥的職責是保護掃羅，教會老師的職責是什麼？是保護神的道被正確傳講，是保護神的教會不被罪玷污。但他們做了什麼？當牧者錯用羅馬書14章儒家定為疑惑之事時，他們有站出來說這不合真理嗎？當驅逐信在不公義的程序下發出時，他們有站出來說這沒有按聖經程序嗎？當Paul要求公開聽證被拒絕時，他們有站出來說應當給弟兄自辯的機會嗎？在Paul看來，這些教會老師就是今日的押尼珥，他們是以色列中最有能力的勇士，卻在最關鍵的時刻睡着了。他們沒有保護他們的主，沒有用真理來保護主日牧師不陷入流無辜人血的罪。4. 若是出於人，願他們在耶和華面前受咒詛。大衛這句話極其嚴厲，他不是咒詛掃羅，而是咒詛那些趕逐他，不讓他在耶和華產業中有分，說你去侍奉別神吧的人。Paul引用這話，是對那些用不義手段將他趕出教會、隔離他，讓他不能與肢體一同敬拜的人，發出一個屬靈的警告。如果你們所做的不是出於神，而是出於人的私意，願神自己來審判。5. 但願，至於我愛的弟兄，我也盼為你們彼此代求。Paul的話在這裏停頓，他沒有說完那句咒詛，他轉而說，至於我愛的弟兄，我也盼為你們彼此代求。這正是大衛的心，他沒有用自己的手去報復，他寧可為弟兄代求，也不願看他們被咒詛。3. 屬靈評價。Paul的釋經和應用是精準的，他正確地使用了撒母耳記上26章的經文，將其應用到教會處境中。他沒有將牧者妖魔化，而是將他視為耶和華的受膏者。他的主要矛頭不是指向那位對他發出禁聲令的主日牧師，而是指向那些明知真理卻選擇沉默、有責任去保護卻沒有行動的教會老師們。這是非常精準的屬靈辨別。2. 他保持了大衛式的克制。大衛有2次機會殺掃羅，但2次都住了手。他說：我今日看重你的性命，願耶和華也照樣看重我的性命。Paul引用這話，是在宣告他沒有用血氣的手段去對付牧者，他把審判權交給神。這不是懦弱，而是對神主權的敬畏。3. 他在咒詛與祝福之間作出了選擇。大衛說：願他們在耶和華面前受咒詛。但他自己沒有執行這咒詛。同樣，Paul引用這些話，但他最終說：至於我愛的弟兄，我也盼為你們彼此代求。這是將公義的審判交給神，自己選擇愛弟兄的心。4. 給教會的屬靈講章。題目：押尼珥在哪裏？當教會的守護者睡着了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們讀到的這段經文，是大衛在曠野中對押尼珥發出的責備。這責備不是出於仇恨，而是出於一種極深的惋惜。一個最有能力的勇士，卻在關鍵時刻睡着了。讓我們今天用這段經文來測驗我們自己。第一，誰是我們生命中的押尼珥？掃羅有押尼珥，他有最好的將軍，但當危險來臨，押尼珥睡着了。今日主日牧師身邊的押尼珥是誰？是那些教會老師、教會領袖，他們被設立本是為了用真理來保護神的教會，但當不義發生時，他們在哪裏？當真理被曲解時，他們有站出來說這不合聖經嗎？當程序不公時，他們有站出來說這沒有按聖經程序嗎？當弟兄要求公開聽證被拒絕時，他們有站出來說應當給弟兄自辯的機會嗎？如果他們沒有，他們就是今日的押尼珥，他們在關鍵的時刻睡着了。第二，守城之槍在哪裏？大衛拿走掃羅的槍，那是王的武器，但他沒有用這槍去傷害掃羅，而是讓僕人來取回去。他說：耶和華必照各人的公義誠實報應他。守城之槍是什麼？
是以聖經真理為武器，保護神的教會不陷入罪的勇氣。教會的老師、領袖們，他們手中的守城之槍還在嗎？他們有勇氣用聖經真理來指正錯誤嗎？還是他們因為恐懼，因為自保，讓那把槍從手中滑落了？第三，我們每個人都是押尼珥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，不要以為這段經文只對教會老師說話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某人的押尼珥，我們都是我們弟兄的看守者。當我們看見不義，卻選擇沉默時，我們就是那睡着的押尼珥。那位說上頭叫我敢做的弟兄，他心中有不安，但他選擇了沉默。他是押尼珥嗎？那些私下知道真理卻不敢發聲的門徒，他們是押尼珥嗎？如果我們明知真理卻因恐懼而沉默，我們就是那睡着的勇士。第四，怎樣從睡夢中醒來？押尼珥的問題不是他沒有能力，而是他睡着了。怎樣醒來？一，聽見責備的聲音。大衛在山上大聲呼叫，叫醒了押尼珥。今日，保弟兄也在 Facebook 上大聲呼叫，叫醒我們。他可能不是完美的，但他所提出的問題值得我們認真面對。二，拾起守城之槍，那槍是神的道來。4:12。當我們回到聖經，讓神的話來察驗一切，我們就不會再被恐懼制服，因為那真正值得我們畏懼的，是那位能將靈魂和身體都滅在地獄裏的神。太10:28。三，彼此代求，而非彼此咒詛。大衛選擇了不親手報復。保弟兄在引用咒詛的經文後，說：至於我愛的弟兄，我也盼為你們彼此代求。這是一個在曠野中的人對弟兄最深的愛。末了的話，親愛的弟兄姊妹，神正在呼喚他的押尼珥們醒來。你不是沒有能力，你只是睡着了；你不是沒有真理，你只是因恐懼而沉默。今日那把守城之槍就在你手中，神的話是你腳前的燈，是你路上的光。不要讓它在角落裏生鏽。醒來吧，勇士，拾起你的槍，回到你的崗位，用真理來保護神的教會，用愛心來說誠實話，用勇氣來守護那真正值得守護的，神的榮耀與他的群羊。讓我們一起禱告。主耶和華，你是大能的勇士，求你赦免我們在關鍵時刻因恐懼而沉默，赦免我們讓手中那把守城之槍滑落。求你用你的話語來蘇醒我們的靈，使我們不再沉睡，乃是警醒守候，用真理來保護你的教會。奉主耶穌的名，阿門。